因为他是早产宝宝，所以他就住院。是，然后我那时候自己去住月子中心，就很担心他的状况，都很紧张。他被蚊子咬，我就吓死了，因为肿得很大猫，很 shock 这样子，因为没有当过妈妈，第一次生出来哈，小 baby 都软软的。要帮小朋友洗澡，这个时候是最可怕的，因为小朋友软趴趴，还要帮他澡盆洗澡，其实都很怕说没有照顾好他，让他落水了，都是源自于技术上的不熟悉。那技术上的不熟悉，相对来讲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心理跟情绪，因为会担心、会害怕。都会遇到是像小朋友他一些抒情的哭闹啊，还是说换尿布啊、洗澡，其实都是新手爸妈他还蛮常见的一些问题。觉得还蛮实际的，就是因为真的刚当爸爸妈妈，还蛮手足无措的，不知道哪里有一些资源可以使用。对，所以我觉得可以提供这些东西，是对我们很有帮助。我觉得如果有地方可以让人家问刚生小孩的，应该会很有帮助吧。好，那这个惊喜包的概念就是我们也是符合我们台南市的意向。好，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布巾，好，布巾的话就是我们台南市的虱目鱼。好，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母子袜，我们的妈妈的袜子，台南的靠山就是盐山，小孩子的袜子的话，虱目鱼的概念。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摇摇乐，让我们孩子能够进食一些副食品。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baby 诞生是家中最大的祝福，也是为人父母最骄傲的事。然而，照顾新生婴儿的爸爸妈妈也常常因为初次经验不足而手忙脚乱。台南市府家庭教育中心办理新手爸妈村计划，于12月正式启动。第一波结合10个政府及民间单位办理工作坊，提供新手爸妈相关育儿课程的知识。如果后续还有相关的课程，爸爸妈妈们也可以透过家庭教育中心的粉丝专页或是官方赖账号来得知哦。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家庭教育中心张主任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主任张彬英。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今年推出了一个台南新手爸妈村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主要是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新手爸妈，他们不晓得怎么去带他们的孩子，怎么去教育他们的孩子，所以他们可能就有很多的一个辛苦，他们不晓得怎么处理，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能够透过我们新手爸妈村的推动，作为我们的新手爸妈的最强后盾。那我们也事先规划的我们的一个惊喜包，我们今年度的话，全部都是一个原创的东西，依台南市的意向来规划。这个惊喜包就是希望能够鼓励我们的新手爸妈来参加我们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办的一个工作坊。所以呢，今年度开始，我们从12月12号开始到我们今年的年底，已经规划了10个场次的活动。那这10个场次的活动呢，我们在我们的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的 LINE 跟我们的 FB 里面都会有做这样一个活动一个推出，也邀请我们的市民朋友，就是你们只要是家里育有2岁以内的小朋友的话，都可以来参加我们今年度的活动。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边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每一档的12月10号是世界人权日，各县市拢会举办相关的活动来呼吁民众爱尊重人权。这届台南市教育局也选伫司法博物馆举办守护人权、守护学童的校园宣誓活动，会中也邀请学生透过音乐甲相声的演出，传达守护人权的重要。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出席，并以参与宣誓的活动，象征市府的决心。我们过去才讲的人权，大概都是政治上的人权、公民权，譬如说言论的自由，譬如说参政的自由，但是在台湾这个部分，我们已经跨越过了。那现在很重视，尤其大家非常保障，大家所有的新闻，不管是这个市政或者其他的新闻，都很重视儿童人权以及男女妇女的平权。这个部分，我们觉得我们过去已经努力相当多，未来还有更多努力的这个动力。所以呢，我们今天也结合许许多多的，包括照顾儿童的团体，还有妇女团体，我们都希望说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宣示，在未来我们对台南市政府以及所有的公民团体一起对于我们儿童人权的一个重视，
不管在学校不管在家庭或者在社区，都希望能够尊重而且照顾到儿童人权，一同来守护儿童人权。对于平权妇女平权，我们也要消除一切对于妇女歧视的一些障碍，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努力加紧来落实。这个部分也希望说，所有的市民朋友们一起共同来守护儿童、妇女他们的一个人权。目前我们台南市人权辅导团，在人权教育议题的推动方面，包括性别平权、儿童权利公约，以及我们人权一些公平正义的议题，会在我们全市的国中小学，不管在课程融入或者是教学实务的设计上，我们人权团都会借由包括我们的研习，包括今天办理的世界人权日，包括我们的一些人权教材包的一个推展，还有实务工作坊，等等，那让我们的老师对整个人权议题更加熟悉，也更加把人权的一些尊重、包容、同理心，以及更重要的是将心比心，那感同身受这些概念、这些理念，传达到我们每一个学生的身上，让我们的学童能养成自尊尊人，然后更加尊重自己，也更加尊重别人，为未来培养我们更优质的现代公民，来做一个努力。教育局希望透过各种的人权议题融入校园的课程，希望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观念，同时鼓励老师运用多元的方式来教学，培养学生熟悉自我的宽容甲互相尊重。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伫明年就要迎接100年校庆的台南一中，今年的校庆也非常的热烈，就亲像要为100年校庆暖手同款。10号上午也公布了100年校庆的标语：100年竹园，竹园100年。这代表了连接一中人的缘分永远来延续。会中由着校友总会理事长关正一张琼雅海棠，正登去南一中的校门口，希望接下来也会使重新守护南一中的学生。我们今年是台南一中创校99周年的校庆及运动大会，那么活动非常多。首先是在上午的校庆运动会的开幕典礼，我们举办了100周年校庆 logo 标语吉祥物的一个揭牌仪式，同时台湾霸的我们南一中100周年校庆的专属影片也上线。此外，在国际会议厅举办我们第14届校友杰出成就奖的颁奖典礼，还有我们在综合大楼有100周年校庆的一个牌匾的一个揭牌仪式。最后是我们在民族路的大门，在南一中日据时期开始的这个大门，有一个琼雅海棠的植树捐赠仪式，代表的南一中生生不息，迈向100周年。这届的校庆，学校也准备了限定造型的翠暗，送予来参加的学生、家长甲贵宾。伫校园当中，嘛会使看到有真侪人马上就摕起来挂，也成为一个特别的画面。非常别开生面，而且深受到在校的师生、校友以及家长们各界非常喜爱的南一中100周年校庆专属口罩，里面有南一中的 logo 以及100周年校庆的专属设计，还有我们100周年的 slogan 叫做“竹园100年，100年竹园，100年竹园，竹园100年”，非常有意义。那么在校庆运动大会的时候，所有在场的2-3千位的师生以及来宾共同举行一个大合照，为我们99暖寿展开序幕，同时为100周年校庆宣誓揭开我们的100周年校庆的开始。这届第14届的校友出奖成就奖颁奖典礼也由着校友王金平颁奖予7位优秀的校友，同时也勉励学弟未来努力来学习，让台南一中有一天会使以引为荣。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全国地方议会二中杯网球锦标赛9日伫台南盛大登场，主办单位台南市议会伫第一天暗时举办选手之夜，宴请来自全国各县市议会代表。这次更是打破过去的纪录，每一个县市拢出色，展现出对赛事的重视。相信未来2天的比赛一定真有看头。这届万这活动打破了以往的纪录，
所有的县市呢，拢有派人员来参加，而且为了今仔这场呢，阮所有议会议员甲员工，拢用心来将现场布置甲非常的温馨。等一下我们就拭目以待，不管现场也好，节目也好，希望给你们留下美好的印象。那台南市议会和台南市政府将共同举办县市合并满10周年的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咱所看到所有的百花齐放，包括咱的灯会灯座将伫12月24到明年1月13来点开，包括有全国一队议长杯的表演，包括有全国的祭典嘉年华，所有很多的节目将展开一系列的活动。市长黄伟哲、立法委员陈廷辉也拢来到现场，甲各县市议会代表交流问好。明天开始，大家先礼后兵，明天开始就一场硬仗，由郭议长领军。好，那希望各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各位议长、各位副议长、各位议员、各位长官、贵宾、各位秘书长，大家都能有一个非常好的停留，能够在台南能够尽兴吃吃喝喝、逛逛买买，保证不虚此行。我们的每一年的各县市一个地方议会的软式网球锦标赛，就是一个以球会友，非常扎实的以球会友。所以今仔日希望咱每一个好朋友，拢会当有一个真好的暗暝选手之夜，让大家尽兴而归。5、4、3、2、1，请起灯。伫启动仪式后，选手之夜现场雪来熊熊落起雨，真侪议会代表纷纷提起雨伞，撑起雨伞，继续伫雨中吃饭道，无因为落雨就败了兴致。大家都躲起来了，只有剩下我们这一桌，因为我们是有自备衣来的。这样会不会很扫？会不会很扫兴？不会，我们市区就不惜我们的热情。张进不强，处变不惊。没错。好，我们进入县议会。台南市议会去年伫全球1奖杯网球锦标赛当中，摕到各组冠军的成绩，创下大满贯的纪录。议长郭信良表示，台南代表队这次嘛要拼全力，努力将总冠军的荣耀留伫咧台南。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南区区长肖秀华表示，龙山寺是南区文化重要一环，每当卖日新参与区公所办理的昆士湾乐活文化季活动，甲区公所互动频繁。正因为知影龙山寺外墙需要翻修，特别伫昆省在地龙岗国小办活动的时阵，号召师生、家长做伙投入修祖师爷公厝的活动，共同来为龙山寺换新装。用咱龙山寺多好咧精修吼。精修，所以讲学校遮甲咱区公所拢大力有咧支持，较会举办着迄个活动吼。落地讲，那么这其实今日安那样迄基础，迄是重点，就是讲咱这小朋友吼，一个回馈的心啦，大家从伊的零用钱吼，5块、10块几，拢不管他，咱伊就甲落来都办这活动，嘛足感谢讲吼，咱的区长吼。对这活动，伊嘛非常的支持。地方跟公部门做一个完整的一个结合哈，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陈校长、我们龙岗国小以及我们的那个龙山市我们的吴主委哈，因为有这样子地方共同的一个努力之下，我想未来我们的南区会更好。那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活动抛砖引玉，让更多的公益活动能够行诸在这个社区。市昆省龙山寺因为当年为龙岗国小全部学生负担学杂费，校方甲囡仔对着会当协助清水祖师换新厝，拢感觉到非常的欢喜。小孩子对让借由这个活动的捐赠，让小孩子说真的是饮水要思源。因为龙山寺对我们的帮忙很大，长期帮助我们学生的学杂费，让我们学生呢都没有后顾之忧，还可以来认真向学。所以我们很高兴呢，就是真的很感谢区公所办理这个活动，然后来赞助我们的龙山寺。主委吴志祥表示，四昆省龙山寺俗称全台开启四昆省祖师爷公庙，是全台上早主奉清水祖师的庙宇，嘛是四昆省地区上重要的宗教信仰，有真侪文化特色，欢迎大家做伙来探访。比如是门前彩绘、去井水、
大火、囡仔埔，还佫有中秋跋饼等。这次借由活动观看，体现出民众甲公部门一同为庙宇整修的用心，实在让人足感心的。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金牌呀！让我们掌声鼓励，为我们新营网球场来喝彩。为了让大新营区的民众有一个运动的好所在，市府伫新营运动园区规划9面网球场。经费总计1亿560万，中央补助6970万，市府配合款3960万，而且球场的规格拢是按照国际标准去设置，望会当提升大新营地区民众的运动品质。其中包括一个中央有观众席的中央球场，还有一个也有观众席的副球场，那也都是国际标准的啊。这个部分更不得了了，中央补助了6900万啊，地方自筹3000多万啊。那总共也是1亿1000多万，这样子两项建设加起来总共是1亿5000万。这个部分我相信也期待只是开始，希望说将来还有更多网球的这个体育设施，包括我们全民运动馆、新营都提报上去，也期待我们委员将来努力，我们其实可以让大新营区有一个好的国民运动馆。园区内除了网球场，另外还有4面篮球防护球场，让大新营区的民众会当唔免受到天候的限制，增加民众参与休闲运动的便利性。市府嘛持续向中央争取全民运动馆的建设，希望造就市民更加完善的运动环境。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说到台南，你想到什么呢？是美食、古迹，还是丰富的人文景深呢？请跟着我们的脚步，欣赏百工百业专家阅览多样的人文风采，一同开辟阅读新飞页。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南台湾唯一由民间电影社团主办的社区大学公共影展，今年已经迈入第6档。今年的主题我不是我，主要关心失智者甲照顾者。4部原创的微电影《鱼仔》、《情书》、《花厝》甲《春花》的全面退休。前3部讲的拢是父女、翁仔某甲无仔囝的照顾关系。第4部《春花》的全面退休。是一部较可爱、欢喜的自我反省。因为我们在想，前面3部戏是比较辛苦的，那我们是不是在退休之后，我们都还清楚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安排。那将来在面对需要被照顾的时候，你的孩子或是你的亲人会有一个比较懂你的需求。那将来在取舍的时候，会不会就比较不会那么有压力？就像你们里面那个归处一样，就是儿子如果跟母亲在之前有很好的沟通，那将来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是不是儿子的压力会小一点？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影片，让长期照顾者，然后目前身体健康的人都可以来思考这个问题。将来面对可能失智的这个状况，或是被长期照顾的状况，可以有一些比较好的安排跟心理准备。4部原创的微电影，拢是台南社区大学电影社甲这学习社群合作的成果。对编剧、导演到演员，拢是社区大学的学员，家己自编、自导、自演。其中胡千姊甲杜耀辉是鱼仔内面。扮演父母的角色，拢是素人的演员。我算是失智老人哈，就这样，由他来每天来照顾我，那我都会老翻边了，就这样，没事，
惹他生气。这部片子呢，主要就是以关怀失智老人或是照顾者和被照顾者之间的许多复杂的情绪，然后希望唤醒大众对于照顾长辈，不只是失智的长辈，照顾跟被照顾者之间他们的心路历程，他们沉重的心情，能够带给大家一个唤醒，然后甚至是一个疗愈。社区大厦红红花公共影展我不是我，将伫这个月12月12号甲19号2天，分别伫大江文化中心的多功能会议室甲新营的赛书店来放映。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拢会用到台南社区大厦的网站线顶报名来参加。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位伫中西区运河边的旧鱼市场，是老一辈台南人的共同回忆，见证了运河100年的历史。伫2016年时，因为运河新全开发计划面临被拆除危机，后来经过多方协调，才决定原地保留落来。为了将这个历史建筑活化再利用，市府邀请艺术团队进驻，将旧鱼市场的墙面设计成金光闪闪的渔获丰收的意象，希望成为台南市另外一个观光打卡的景点。请揭幕，掌声鼓励。旧鱼市场的隔壁就是和乐广场，和乐广场在旁边就是运河，在旁边就是运河新站。所以我想说，这一个观光的轴带，应该是好好的一个善加规划，应该是会变得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新的一个景点。负责策展的艺术家杨世义，嘛向大众解说伊的设计理念。市场它是一个收纳大海宝物的地方，然后把大海的宝藏带来我们的城市里。那虽然它已经停止营运，可是我们就很希望借由这些图像，来让大家记得他曾经在这里为我们的努力跟付出，然后也把丰收的喜悦跟年年有余的祝福，借由这个作品跟鱼市场一起呈现给大家。这个渔获丰收的这样的概念，希望能够带入到民众的生活里面。也让大家怀念过去的一个荣景。为什么是金黄色的？因为其实鱼市场啊都是点着黄色的光，然后渔获很多进来，也满足了这个台南地区大家的胃，那也满足了渔人他们的家庭的一个温饱。民众现在来到台南市中西区观光旅游，除了有河路广场会当踅，现在佫加了旧鱼市场会当翕相，尤其艺术墙伫暗时佫会搭配灯光，更加美丽。相信未来一定会成为台南市另外一个观光盛亮点。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南市立安南病院副院长徐秉义表示，寒人是容易触发心脏疾病的季节，为了提升大台南地区触发性心脏病患者到院前的急救成功率，特别甲台南北区扶轮社、甲日月之光慈善基金会共同举办抢救孤独的心跳，找找年纪上细救难小英雄。伫个病院大厅设置了 AED 的来电小站，互到院的患者或者是家属拢会用来练习。冬天呢、是一些意外事件最容易发生的时候哈。像一些中风啊、心肌梗塞啊，在天寒地冻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那像心肌梗塞呢，它发生的时候，有时候还会猝死。那造成猝死的原因呢，主要是心脏呢那欧北跳产生这个颤动的这个情形。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只做 CPR 的时候呢，还不足以救这个病人。最重要就要做呢电击。所以因为这样子政府在很多的公共场所呢都会设自动电击器，可是很可惜的就是说，民众这拢不要使用，所以呢，当有人真的发生猝死的时候，很可惜就是说没有人能够给予即刻这个救援。那因为这样呢，所以我们安南医院还有台南北区扶轮社，还有日月之光慈善基金会呢，我们就办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活动，就是说叫做抢救古都的心跳声。那我们从10月份开始呢，就在这个大厅设立了一个来电小站，就是教我们的一些来这边就医的民众啊，还有家人呢，利用空档来做这个傻瓜电击器的学习。副院长徐秉义表示，为了让急救的教育会用向下来扎根 ，AED 来电小站推出1个月来，总共有1088位的民众参加。其中年纪上小的是1对5岁的双生仔兄妹，
上午病院的成果发表，嘛特别来颁奖表扬。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